你的名字叫哲梦吗？熊熊叫哲梦，熊就是哲梦吗？你叫哲梦吗？我叫熊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哲梦，你叫哲梦。我们藏语翻译的话，你叫哲梦。节目。哲。鸡。哎，鸡。这是哲不是。我靠！你说的是藏语是吗？藏语是吉木。哲。鸡。梦。梦。你汉语叫熊熊是吧？对对对，汉语。哲梦这个你不要。这是我的藏语名吗？哥。这哲梦你写了呀？这是我的藏语名是不是？啊，就你藏语名字叫哲梦。哦，那您的藏语名叫什么？我藏语名字叫。我藏语名字叫什么是吧？叫什么是吧？我藏语名字叫什么是吧？你这是跟他讲，对不对？哲梦，你藏语名字翻出来的话，你的名字叫哲梦。哦，节目。对对，因为你现在汉语你们这里你叫熊熊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我们藏语翻出来的话，哲梦。节目。对。哦，节目。你来过那个西藏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想去玩。吗？想，有机会得去转一转。他叫刚州巴丹，他们说你叫刚州巴丹。我不是猪呀。他们说你叫刚州巴丹。我叫公。公哦。公猪。对对，有一个猪。公猪。你不要吐口水好不好？噔。对，我的名字有点难读。太绕口了吧！噔。我们两个下次有机会玩啊！好嘞，今天晚上你打不过，以后你没有没事的。如果你把那些找到了的话，亲爱的钢制巴登在哪里？我想你了，就这样说就 OK。你说下一次我黏你的时候要记住你的名字是吧？必须前面要叫那个亲爱的。亲爱的。对，然后你后面有几句话，那个你不要忘记啊。所有赞助的美女们，你们没有过格。刚州巴嫩。我叫一个，你好好听。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赞助的美女们，跟耿直巴的你们没有过格。给他说打掐吧。别你妈了，操！怎么回事？我想过来想见你。刚珠巴拉，打掐吧。对，现在你会知道了。刚珠巴拉，打掐吧。刚珠巴拉。巴浪，您是歌手吗？港珠巴浪。巴浪。您是歌手，有名的歌手，在藏族很出名的，在西藏很出名的。这个。般般的。低调了哥。肯定低调。他们都在我直播间说他在西藏是很厉害的歌手哦，很出名的哦。棒的。下次见，刚春巴拉等你。刚春巴拉，以后想见你，棒棒。你那后面那是你朋友吗？刚春巴拉。对，我的表哥。Hello。他是肌肉大的很，我这个扛把汉子。
么呀？他们都你说喜欢看马汉子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，那你喜欢他们喜欢我？我都喜欢，可以吗？都喜欢，这样不可以，一个嘴巴里面两个鱼进不去了。什么玩意？要不喜欢他，要不喜欢钢针巴拉。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要不你们站起来我看看。我喜欢长得，对，就是站起来能那啥的。过来，哥哥。对，可以，谁高一点呀？好像哥哥更高一点，完蛋了，我刚做巴拉，我要高吗？完蛋了，刚做巴拉哥，我要移情别恋了，我要喜欢哥哥了，怎么办？你可以啊，我不知足呀，我有的是这个那么多呀。哦，那么你知道吗？美女对。还是老婆？你记住我的名字，钢珠巴拉 ，OK， 拜拜。刚做巴拉，好嘞。我记住你的名字，哲梦。你也记住我。对，你的名字叫我们藏语翻译出来的话，哲梦。因为你汉语的名字就是叫熊熊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藏语翻出来的话，你的名字叫哲梦，我叫钢珠巴拉，拜拜。哦，好嘞。他们说打恰巴是什么意思？刚州巴拉。我们打什么？打恰巴。他们全在公屏上扣啊！知道。你的家人们，他们全部在我。不是打恰巴，恰巴巴，你学一下嘛。你旁边的人他们都在笑你，你的哥哥他在笑你，估计不是什么好话。不是恰巴巴就是下雨的意思呀。是什么意思？下雨的意思，恰巴巴。一个记住，对。打恰巴。我们藏语叫恰巴巴，卡瓦巴就是下雨的意思。Let's go。原来是下雨的意思。对，不是打恰巴，恰巴巴。掐膀吧，就是人家跟你说那打那个你不要加，不好听，打那个从掐那是开始你读嘛，掐吧下雨的意思 ，Let's go。拜，熊熊怎么？Rocky， 咱我要去吃饭了，兄弟们。这三毛多嘞，家母亲嘛的，看有个头的用。OK， 你都年咱都咋着跟他讲过呢？不么家母给碰你看完棒棒蛋的，不有吃炯人的这个，你得巧个就是做的嘛的多。我这边人呢，看到我容个多就是别人嘛了，做不嘛这三个的就是嘛，做不嘛可能，等于吃饭吧，做个下雨的意思的，做听过皮下话是这不这的啊，吃饭吧做个了都说，那你。